环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但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12之3。六祖显教孙之，有人相合习，读实录，普其中中新烟草，将混未混食，名必草歌，知实之不厌，花人见蝶恶。实死不是假，却假人自生长，为薄其尾失其，下地亦知薄其尾。见花人是假地，蝶恶夫属地正美好。又何在巧有东西呀？《东番记》12之3，台文翻译。东番中国假释无共款。落仔囝若甲养饲教乖，会当用来做伴。东番人上爱破开落仔肚，取落仔拄食落去也未消化了的青草，叫做碧草膏。东番人认为碧草膏是世间上的山珍海味，安怎食都食袂胃。花人看到的时，煞感觉冰白，想要吐。东番人食猪肉，无食鸡肉。鸡啊，故在伊四界走，四界请，任由因自生自灭。干那飞尾流的鸡毛，做打扮的用途。同款掠着铁鸡，嘛是干那挽尾流的铁鸡毛。东番人看到汉人食鸡肉，煞感觉冰白，想要吐。同款拢是人，互相食食的习惯，想袂到有这么大的争差。到底什么款的物件才是山珍海味好食物？无同款的族群，互相的习惯就无同，所以唔免强迫要求东番人甲华人介意同款的食食才对。
以上内容是由陈弘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